Hello YouTube，我係 Alan。咁近日啦，有啲朋友就由 iOS 嘅手機啦，就轉咗嚟用 Android 嘅作業系統嘅手機。咁好多朋友就會同我講就話，轉咗嚟 Android 手機之後咧，就唔識點用。但係到我問佢邊度唔識用嘅時候咧，佢淨係話唔知啊，總之係唔識用啦。咁有見及此啦，咁就拍一條 Android 嘅基本操作嘅影片啦。咁如果睇緊呢條影片嘅你係啱啱都係由 iOS 轉嚟 Android 嘅大家庭嘅話，希望呢條片會幫到你去解決一啲使用 Android 系統上嘅操作上嘅問題啦。咁從而令到你可以快少少適應到你用緊嘅 Android 手機啊！事不宜遲，咁大家見到我呢個畫面啦，其實係一個 Android 系統嘅 desktop 嘅界面，咁上面就會存放咗一啲widget 啦，同埋一啲嘅shortcut。咁好啦，咁大家就會問啦，喺呢個 desktop 上面，咁除咗可以擺我啲 shortcut 同埋一啲 widget 之外，咁可能我有啲 application 唔係成日用，但係我又想留翻喺度，但係我又如果唔擺個 shortcut 喺度，咁我咪揾唔到咯。只要撳呢一個 app drawer 咧，就會 show 到你所有嘅已經喺安裝咗落你部電話嘅 app 嘅軟件 icon 喺晒度。咁你只要細心啲逐頁去揾咧，咁你就應該會揾得到嘅。咁至於講到 Android 嘅靈魂嘅 button 咧，就係下面呢三個，包括最左手邊呢個 Back 掣啦，中間呢一個 Home 掣啦，同埋右手邊呢一個 Multitasking 嘅掣，多工作業按鍵。咁 Home 掣就唔使講啦，大家都知㗎啦。一撳個 Home 掣，不論你係開緊任何嘅 app，喺邊一個狀態之下，你撳一個 Home 掣咧，就會出翻去個 desktop 主畫面。而 Back 掣咧嘅意思就係話逐格褪後嘅意思，就係話當你睇緊可能有20版嘅網頁，但係你唔想一次過跳翻晒，好似頭先撳個 Home 掣跳翻出嚟 desktop 咧，你就可以撳 Back 掣，逐版去褪後，褪到去一版你想重溫嗰一版為止，咁就係 Back 掣嘅功能。而最右手邊呢個多工作業按鍵 Multitasking 咧，就係話 show 緊你部電話喺背後行緊嘅應用程式。咁如果我開得太多 app 啦，咁我想清翻啲RAM 出嚟，咁因為你開每個 app 都會食你啲 RAM 嘅，咁點算呢？你只要喺多工作業按鍵呢度呢，你可以撳下面呢個掣，全部刪除，就所有嘅 task 就會一次過幫你清晒。又或者逐個 app 你自己用隻手指向右手邊掃，咁就會掃走個 app 噶啦。咁但係好多朋友買一部 Android 電話翻嚟就會問我個 setting 我點 set 呢？因為喺 iOS 有個 setting 掣，你撳入去就會可以 set 到部電話好多嘅一啲唔同嘅 setting。咁其實喺 Android 手機都可以嘅，咁同埋有好多方法入去添。咁以我呢部 LG 嘅電話為例啦，咁如果入 setting 嘅話呢，只要打開呢個 setting 個系統呢個 folder 啦，入去呢個齒輪嘅 icon setting， 咁就可以入到嚟呢一個 setting 嘅畫面。咁如果你想去翻原生 Android 界面嘅 setting 嗰個清單列表嘅 setting 畫面咧，其實都係喺右上角呢度撳翻列表顯示模式。咁呢個就係原生 Android 嘅setting 列表嘅顯示模式。咁其實佢裏面都有好多嘅 setting 嘅。咁其實一般嘅 setting 都係同 iOS 一樣啦，包括上面有嘅 WiFi、Bluetooth、NFC， 又或者可唔可以行動網絡，
咁呢啲咁嘅 setting 啦。下面有音效啦、set 鈴聲、顯示個 desktop 嗰個光亮度啊，呢啲嘢全部都喺裏面教嘅。咁下面最底有一啲系統嘅設定啦，例如安全性嘅設定啦、帳戶嘅同步啦，或者一啲系統上嘅更新，咁都會喺下面嗰度會見到有。而每個廠商都會為咗佢旗下嘅手機而自定一啲或者設計出一啲特定嘅操作界面，就貨佢嘅品牌嘅手機嘅。咁唔可以一概而論，不過大致上都係呢啲咁嘅設定嘅選項噶啦，就分別唔會好大。咁因為我呢部 LG 界面我亦都睇慣咗 LG 嗰個設定嗰個設計版面，所以我會用翻 LG 嗰個設定版面同大家講一啲基本嘅操作。咁大家用 Android 手機啦，咁就其實一買翻嚟咁就要 log in 一個叫做 Google account 咁嘅 account 嘅。咁等同於你 iOS 買咗翻嚟，你就要 read 一個 Apple 嘅 Apple account、Apple ID。咁用途其實都係一樣，就愛嚟 download 一啲 app 應用程式落你部手機度。一般嘅標籤啦，呢度有個叫帳戶及同步處理嘅，你 click 入去，咁就會有好多帳戶嘅 setting 俾你 set， 然後佢會 list 晒好多不同嘅service 嘅account service 俾你。咁你揾一個 Google account 啦，咁如果你係冇嘅，你跟翻佢指示做翻佢要你輸入嘅資料，咁就可以開到一個 Gmail account 噶啦。咁開完之後咧，你要緊記翻嗰個 account 名同密碼喎，因為當你更換任何一部嘅 Android 手機嘅時候咧，你一定要 log in 翻呢一個 Gmail account， 先至可以攞得翻你嘅application 嘅 backup 啦，或者一啲 content 嘅 backup 嘅。咁另外啦，咁大家買咗部 Android 手機翻嚟，咁喺個 desktop 界面，我諗大家都知道點用噶啦。咁同 iOS 唔同嘅地方就係佢上面有一條叫做 notification bar， 只要你用手指撳一下，拉佢落嚟，咁佢就會有一個通知列嘅版面出咗嚟。咁上面有一啲你常用嘅function 電話 function 就可以快速咁樣開啟同關閉，包括 WiFi、行動網絡或者 GPS， 同埋有好多嘅 setting 都可以快速 set 到。另外手機嘅光暗度啦、電話嘅音量啦都可以喺度 set 到。而下面咧就係一啲應用程式嘅通知。咁如果佢有一啲應用程式嘅通知要通知你嘅話咧，佢就會喺呢度顯示。咁但係如果有陣時你唔想佢顯示嘅話咧，你可以喺 setting 裏面撳走，即係設定佢唔顯示嘅，即係我哋叫 set 走佢嘅。最後咁好多朋友都會問嘅，嗱基本點用咧我就識用啦，但係有啲乜嘢 app 我用部 Android 電話我係一定要 download 嘅咧？首先啦係一啲可以集廣告電話嘅 app， 咁就揾一個叫做小紅來電嘅 app。咁大家都見到我裝咗嘅。咁如果你想洗咗呢隻 app 嘅，咁你咪撳刪解除安裝，咁佢就會幫你洗咗隻 app。但係如果你未裝嘅，呢度會出現一個安裝嘅字樣，你只要撳安裝，佢就會幫你 download 佢啦。咁呢個 app 啦，就大家可以喺Google
Play 嗰度打小紅來電，其實已經揾到㗎啦。咁開咗呢隻 app 之後咧，就其實佢冇乜話特別，大家要特別去注意嘅地方，因為你一 download 咗落嚟之後啦，佢有一啲預設嘅設定，其實已經設定咗俾大家。咁例如一啲未知來電，即係好似大家畫面見到咁樣啦，一啲未知來電嘅來電拒絕啦，佢已經幫你 default 已經閘咗噶啦。咁另外有啲黑名單啊，或者一啲廣告電話啦，佢其實已經幫你 default 係已經有個 database， 即係資料庫裝住晒。當佢 detect 到你有電話到，而嗰個電話喺佢嗰個來電拒絕嘅資料庫上面嘅話咧，佢會自動幫你拒絕咗佢嘅。呢一隻八達通嘅查閱你嘅八達通餘額嘅應用程式，因為佢係透過部手機嘅 NFC 裝置去讀取你張八達通嘅資料。咁 NFC 嘅全名係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咁係一個近距離嘅通訊協定模式。咁就其實呢一個協定模式係喺 Android 手機上面已經係 standard 咗噶啦。咁我可以試一次查一查我張八達通嘅餘額俾大家睇啦。咁大家見到啦，就係透過呢種技術，我就查到我張八達通仲有19個幾20蚊嘅餘額啦，同埋最近嘅交易記錄，嗰10次嘅交易記錄，不論增值或者搭車嘅交易記錄，總之我用嗰張八達通嘅，佢都會 show 到出嚟。我最近期去得最多嘅就係日本啦，咁日本嘅新幹線啦，咁 JR 啦都有一啲類似香港八達通嘅卡出咗，咁係貨搭日本嘅 JR 或者一啲鐵路用嘅。例如我要查閱翻我張日本嘅收卡卡嗰張卡嘅餘額為例，咁我只要喺查閱嗰張卡之前啦，就下載翻相對應嘅應用程式，咁下載完之後就可以查閱翻我張卡又仲有翻幾多錢噶啦。咁等一陣之後啦，咁佢就會讀取到我張日本八達通嘅一啲資料同埋餘額。咁我可以睇到啦，我就用剩279 yen。咁亦都下面有我啲交易記錄，就係當時我去東京嘅時候最近10次嘅交易記錄啦，包括我搭過嘅車啦，或者增值過嘅記錄都會喺度掃到。咁好啦，咁一口氣講咗咁多基本嘅操作喺 Android 手機上面，希望大家如果真係初由 iOS 轉會過嚟嘅，睇完以上嘅影片會對 Android 手機有一個基本嘅認知先啦。咁嚟到呢度，咁個教學影片就暫時到此為止啦。咁如果大家對 Android 手機喺使用上有咩問題，可以喺下面 comment 嗰度留言。咁另外就希望大家睇完段影片之後就可以俾 like 同埋記住訂閱我嘅 channel 啦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咁我哋下條影片翻嚟再繼續啦。咁係咁，拜拜。